破產咗，聯名物業點算？可以唔可以保得住間屋？廢止破產令就係其中一個方法。如果你同屋企人、伴侶有聯名物業，但你自己破產咗，根據破產條例第58條，你嗰份業權會自動由破產受託人，通常係破產管理處接管。破產受託人有權申請賣樓，將物業變現還債。如果你唔想間屋被賣，想保住屋企，點算好？方法一，你可以同破產受託人傾，以市值買返你嗰份權益。方法二，你可以考慮向法院申請廢止破產令。咁廢止破產令係乜？簡單講，如果你已經還清晒破產債務，又或者已經抵押得令法院滿意，就可以申請撤銷破產令。只要法院批咗，你就可以恢復財產權，包括你喺聯名物業入邊嘅業權。申請程序包括填表申請、提交破產令副本、受託人同意書、還債證明、法庭審理後裁決。不過要注意，每單個案情況都唔同，記住申請前要揾專業律師幫你分析清楚先。業謝鄧專辦破產，包括一、協助同受託人傾價買返物業權益；二、爭取名義持有、公款分賬等特殊業權；三、入紙申請廢止破產令及撤銷呈請。WhatsApp 或打電話66899999揾我哋睇下你情況啱唔啱申請，幫你盡力保住個家。業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，